你話俾到我最多能量嘅3首歌，第一首咧就係嚟自一隊樂隊 Imagine Dragons 嘅 Demons。原因係2個月前去咗台灣同我啲健身教練參加一個叫做 Hyros 嘅比賽，成件事好熱血咯。呢首歌一聽翻就諗翻起兼同佢哋鍛鍊啦。咁另一首咧，我會好想介紹俾人聽嘅係嚟自一隊美國樂隊 Young the Giant 嘅一首歌叫 My Body， 因為好中意佢啲勁度啊，或者嗰種純粹原始啊爆出嚟咁樣。剛剛嘅渣馬完成咗，我就係諗起呢隻歌。最尾就其實都想推介下我哋嘅真歌，下一位參賽者用一個小人物出發，發覺其實小人物去揾自己嘅夢想呢件事都係幾熱血咁樣。佢係一隻 funky 啲嘅歌，我聽到就幾熱血去做運動啊，或者係繼續向前衝咁樣咯。